第54届电视金钟奖公共集团入围729个奖项，特别办茶会来庆祝。第54届金钟奖公共集团再度破家己纪录，入围729个奖项，特别伫颁奖典礼前举办一场茶会，慰劳入围者。不仅叫好又叫座，而且呢，得到全国大家的这个肯定。 华视金选剧场夏之局总共入围电视电影4项大奖，尤其是剧中的演员蔡明修对临时演员做起，一路演戏演28档，那是入围金马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。今年又以入围迷你剧集男配角奖。不是想说我一定要得奖啊，有时候想一想，还是让那些年轻人。 另外，忘川的女主角杨静3档前入围迷你剧集的女配角，今年要用女主角的身份来抢奖项。 它是我第一次让我完全不去想角色在想什么，就是他全让我投入在那个角色里。华视今年在戏剧上嘛表现甲真轻松，综艺节目《超级同学会》朱麒麟、黄子佼、卜学亮赶快入围金奖。今年不仅可以得到更多的奖，我们未来迈向国际，开创更大的市场。 今年金钟奖竞争真激烈，到底什么人是赢家呢？就等颁奖典礼就知影。